城市現代化進程加快，建築高層化已成常態，高層建築外牆嘅安全問題備受關注。隨住無人機技術嘅發展同埋應用，已經逐漸代替人工檢測建築外牆。視天寶無人機智慧巡檢系統包括可視化平台數據、自動化巡檢同埋 AI 算法精準識別。視天寶無人機搭載高清攝像頭同埋紅外熱成像儀，可根據客戶需求及現場環境定製無人機檢測方案，用無人機同埋 AI 算法相結合嘅方式，快速精準識別建築物外牆隱患。通過無人機攝像頭對建築物外立面進行全方位嘅檢測，紅外熱成像結合 AI 分析，精準且快速識別出建築物空鼓或滲漏等問題，大幅提升檢測效率，縮短檢測時間。無人機捕捉到嘅異常都會上傳至視天寶平台記錄及保存，並生成建築物檢測報告，點擊即可查看建築物嘅損傷位置及損傷程度，一目了然。減少人工誤差嘅同時，為建築外牆維修提供科學依據。無人機通過飛行採集數據，即可生成建築物模型，後續通過建築物模型定制化飛行路徑。無人機通過此路徑定期巡檢建築物，及時發現安全隱患。無人機技術唔單止有效提高咗建築外牆檢測嘅效率同埋精度，仲能避免工人因高空作業帶嚟嘅安全風險，全方位保障城市嘅安全。相信喺未來，無人機技術嘅應用可以協助我哋解決更多嘅城市管理問題。